姥姥，俺娘到底是去哪儿了？你娘去接小豆子了。啥？不行，俺得去找俺娘。天给，天给，你不能去，你去了娘会受不了，娘会受不了的。啊！是啊，天给，你不能去呀。俺娘咋了？俺娘到底咋了？三宝，你告诉俺呀！三宝。太姥姥，帮我看好天给他们。三宝，你去哪儿了？三宝，开门！俺要去找娘。三宝，开门！俺要去找娘。三宝。报告，战地来电。知道了。报告，李座，共军已经被我们全部歼灭，一个都没能逃脱。班长，老班长。接你回家过年了。
害了。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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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豆子这是咋了？小豆子睡着了。天后，把你哥带他那屋去。这是天给的吧？这也不跟脚啊！俺给小豆子再做一手。俺来做吧。不用，俺来。别争了，咱们都做。还有那么多战士。对，咱每家都给自个儿家的战士做双新鞋，叫他们好穿着上路。人人那个都说一梦山好，一梦那个山上好风光，青山那个绿水多好看，风吹那个草地见牛羊。快进屋吧，外边冷。大宝娘来了。